喺租務市場入面，點樣嘅租客先算稱得上優質？好租客嘅首要標準係準時交租，其次係喺租期內冇違反租約條款，亦冇收到大廈管理公司嘅投訴。最後喺退租嘅時候，租客嘅態度亦好重要。理想嘅情況係能夠將單位保持整潔，呢點無疑係好租客嘅重要體現。準時交租又愛惜單位，當然就係好租客。要快速分辨租客好壞，其實可以從上一位業主着手。現時部分外國國家已經有業主為租客提供推薦信，如果佢哋持有推薦信，就可以證明租客係優質。現時中原租務管理團隊為旗下管理物業而有合乎標準嘅租客頒發證書，令業主更容易甄選好租客。同時好租客亦能夠提升競爭力、信用度，日後可以更容易揾到心儀租盤。想知道更多計劃內容，可以致電21396698查詢。